来看嘉义市唯一一间育幼院启用到今已经30天，因为一寡设施旧凹旧臭，佮歹去，院方都用5天的时间整修，希望带伫遮囡仔会当有更较好的环境。囡仔带大家参观新完港的空间，这间修完育幼院成立到今已经要30天，内底设施已经廃弃，空间甲硬体嘛无符合教育的需求。院方用5天的时间整修，让囡仔受到更较好的照顾。我们希望说，就望远望过去，不要马上看到孩子在睡觉或躺在那，这样就不像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。所以，我们这一次装修的过程中，只要从外面看是看不到孩子的。新的空间有规划客厅、灶骹、洗衫间以外，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的房间嘛拢有调整，佮针对2岁到6岁囡仔规划幼儿房，看到育幼院新规划的空间，囡仔拢感觉住甲更较安心。设计很有帮，就是这房子的设计很有安全感，很坚固，而且是新的，也不怕很老旧然后就塌了之类的。感觉很棒，然后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、很舒适。修园育幼院是嘉义市内唯一一间育幼院，为成立到今捌照顾过449个囡仔。嘉义市政府表示，育幼院是儿童保护最后一个手段，空间就要舒适，才会当互来遮的囡仔安心大汉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